第4章，咱既然得到怜悯，受这份，就毋通失胆，就将迄个暗昧可体的事弃绝，无行诡诈，无滥散讲上帝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通伫上帝面前将家己举荐互逐人的良心。如果咱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伫灭无的人身顶，即顶毋信的人，互这个世界的神弄痴迷心目，无互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因。基督本是上帝的像，咱原毋是传家己，就是传基督耶稣做主，并且家己因为耶稣做恁的奴仆，迄个吩咐光对黑暗来照出来的上帝，已经照伫阮的心内，互阮得到在上帝荣耀的光，照伫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阮若有这个宝贝下伫瓦器的内面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伫上帝，毋是出伫阮。阮四面受敌，却未受困牢；心内作难，却未到失望；拄着困迫，却未受气杀；打倒了，却未到死亡。身顶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互耶稣的活也显明伫阮身顶。因为阮这个活地的人，是常常为耶稣受交伫死地，互耶稣的活伫阮这个的确死的身顶显明出来。安尼看来，死是伫阮身顶发动，活却伫恁的身顶发动。总是阮既然有信心，拄亲像圣经顶记着讲，我因为信，所以安尼讲话；阮也信，所以也讲话。家己知影，迄个互主耶稣国活，也的确互阮甲耶稣三甲国活，并且互阮甲恁三甲徛伫伊的面前。凡事拢是为恁，通互恩惠，因为人罪益发加天，感谢格外显罪，直到荣耀归互上帝。所以咱毋通失胆，外体虽然朽坏，内心却一日较新一日。咱这个至渐至轻的苦楚，要为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咱毋是顾念所看见，就是顾念所未看见，因为所看见是暂时的，所未看见是永远的。